啊，祝大家平安。请咱备饭心来今日今仔日的敬拜，请走啊。全地拢在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，用歌而乐伊的名的荣光，用而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，就对上帝讲：你的所做是遐尼通惊，因为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对德要降服，全地要敬拜你，吟诗而乐你，要吟诗而乐你的名。请咱来吟圣诗，圣诗84首。圣诗84首，大家大欢喜，学乐来吟诗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用圣经、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圣祖玛利亚出世，变是日过，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打第二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这是三角来启应，启文第54篇，启应文第54篇，马太第5章，我来替恁来印。心灵善者人真有福气，忧伤的人真有福气，温柔的人真有福气。咬喙打羡慕上帝旨意的人，实现的人真有福气。熬人民人真有福气，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，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。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。三角来祈祷。生命源头充满疼甲恩典的上帝，你疼惜阮，因为阮是你所创造的人，为着阮受造的人，对恶经生中拯救出来。你差派耶稣基督为着阮来牺牲性命，当阮你来的时，你就会甲阮得到，甲你得到好好，会当进入你的生命国度的道路顶面。阮愿你坚定伫着即条的道路的顶面，为着阮是你所疼的儿女，是你所用重价所赎回的。亲爱的主，你的话要真侪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真侪阮生命中的帮赞。愿你来帮助阮生命。甲你建立合宜的关系，实践你的话，对圣经领受上帝你每种的教示，伫即个世代中间，真侪光灯借伫手着中间，特别伫即个现代中间，阮看见一切的事，拢无按照着你的旨意来行。上帝也求你赦免阮，互阮较侪时间来到你的面前。来服侍你，来敬拜你，来祈祷，为着即个国家，为着即个社会，你来祈求。特别目前台湾虽然欠水，你也落了雨水伫阮中间，阮要感谢你。上帝，你继续引带阮每一个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。当阮今日早起，阮组织伫教会圣殿中间，要三角来恭守上帝你的圣餐。通过你的血饼，互阮得到帮赞，互阮得到祝福，互阮得到恩典。这个时阵，阮也将阮今仔日的敬拜，对头到尾拢仰望伫你圣手，愿你引带甲带领。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感谢恳求，拢是袂堪得，奉主的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是我来报告。本主日举行2021年第2次的圣餐礼拜，欢迎全体陪餐会员恭守圣餐，同沐主恩。第2小的公告：2021年5月起，任命王世俊牧师为成人牧区的区牧，任命何爱金牧师为教会圣歌队指挥。
第三，109年的捐献证明已经开完毕，需要报税的人，请伫礼拜后伫先到公报栏查询你的收据的号码了后，伫1楼广场所在排队收取。第四，本会办公室4月30劳动节国定假日补假，5月初拜六正常上班，敬请兄弟留意。第五，会组织5月初2下午3点半召开5月份的定期中执会，敬请全体中执出席，机构首长东港律师参加。第六，会组织5月初2为丰田教会娱乐主日，敬请兄弟为未完心来奉献甲代祷。第七，高雄基督教福音联盟定伫5月23日下午3点到6点举办圣神降临节城市祈祷会，主题黄金10年的启动复兴。本会属伫西高雄场，地点伫油厂敬拜中心，敬请中执小组长东港兄弟姊妹踊跃参加，一直为着家庭、教会、城市、国家来祈祷。具体消息，本会陈牧师因为目睭开刀，4月2日伫海总接受手术，一切拢顺利。陈牧师需要短期的休养，教会会务甲各项服侍交由教务团队负责分担，请大家为陈牧师以及各教育团队来祈祷。第二，相信本会詹启英兄弟4月19日安息主怀，定伫5月初拜六7点15分伫市立朋友院举行立馆火化礼拜，上午10点伫富长举办告别礼拜，了后要安葬伫甘仔园，原主安有遗嘱，敬请兄弟为着遗嘱来代祷。第三，相助会家庭教会黄玉贵执事4月初10蒙主恩调安徽主怀，已经伫4月17举行告别礼拜，请为着遗嘱来代祷，也请相助会员交相助会费。第四，相连圣歌队报告参加4月30生态旅游的兄弟，请伫迄个早起7点40伫教会集合，8点准时开车出发，有准备早档。学生牧区的消息定伫5月初8下午5点到8点，伫建民中心举办母亲节活动，欢迎妈妈一同前来参加。5月初9 3点到6点，伫建民中心举办摄影的课程，欢迎想要学习摄影的兄弟踊跃报名参加。第六，合作社消息，合作社社员防癌保险，一年的保险费是1650块，对本日到5月14日前接受办理，如预期超过时间就无受理。欢迎合作社来接询教育消息，请牧师来报告。咱高雄中的福禄寿公布，伫5月初1上午9点半举行母亲节感恩礼拜甲全体演讲。迄日透早8点20要对教会出去。第二项，咱武昌教会要伫5月15下午9点半到下晡3点半，要伫武昌教会举办熊熊烈火祷告复兴特会。讲师是杨道诺牧师，地点是武昌教会，请咱欢迎参加吼。若要参加吼，请咱办公室来报名统计人数吼。过来就是咱教会本身出身的李依涵姊妹，要伫5月16下晡3点，要伫后人教会举行传道书甲红木的感恩礼拜，就任感恩礼拜。咱本会妇女圣歌队
受邀请要献诗，咱有准备一台游览车要去，咱的目前的所有的交通工具游览车拢用额满咱为着这个事工，咱来为着伊来祈祷。这是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载是马太福音书11章，马太福音书11章28节到30节。马太福音书11章28节，恁囝仔着我当来就来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我心内温柔谦逊，恁着陪我的担来对我学，就恁的心神要得到安息，因为我的担是快，我的担是轻。佮来看一段圣经，约翰福音书第6章，咱要对35节看到40节。第6章35节，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，决断袂枵；信我的人，永远袂喙焦。若是我甲恁讲，恁已经看见我，也犹原毋信。见若爸所予我的，拢要就近我。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去杀伊，因为我对天降落，毋是行家己的旨意，而是行找我的旨意。当找我的旨意，就是见若伊所予我的，我无失落一项，是伫对未来末日要互伊过我，因为我的爸的旨意就是见若看见囝来信伊的人拢有永活，也我伫末日互伊过我。以上，俄勒咱请上联献歌队。
功德，最后所邀请函，请王牧师。开始的大声，请咱同心压头祈祷。是乐听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有份伫你的救恩，互阮通过主你的救赎，互阮的性命得到救恩的恩典。当阮即群受阮的囝儿，以这主日，阮来到主日第二来敬拜，愿圣神你施恩伫阮的中间。圣神带领阮，互阮今日早起礼拜真做美好的节，互讲的甲听的，拢平平得利益。恳求你施恩祝福带领阮，互阮的心是如鹿心无溪水一般样，来到主日第二来敬拜，愿上帝你施恩祝福伫阮中间，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陈牧师、牧师娘，来为咱兄姊妹大家平安。咱家己检检，咱拢有接到咱的亲戚朋友互咱的邀请函，上第日定定接到喜宴嫁娶的邀请函，参加结婚礼拜啦，参加喜宴啦，2礼拜前牧师甲何牧师伫咱教会举行就任礼拜，咱嘛是制作即个邀请函，互各教会邀请因来参加即个就任礼拜，以遐来见证主的恩典。咱接到邀请函，咱会真欢喜。第一，咱感受到受重视。接到即个邀请函，第二欢喜讲。哇！你的好事愿你甲我讲，你搁欢喜我去参加，所以接到这邀请函，无人讲无欢喜的啦吼。就是以咱的信仰中间，咱嘛会接到邀请函，主耶稣对咱的邀请。19世纪美国的布道家叫穆迪，有一摆讲到讲一个故事，讲有一个人。伊沉沦伫罪恶的世界，伊经过反省了，伊就去请教穆迪牧师有关得救的道理。这穆迪牧师就听伊所讲的心声，然后就掀开圣经，以约翰福音书第6章，讲咱做来读无？预备来，既若被所互我的。拢要就近我，就近我的，我决断无去杀你。所以了解，这人听起穆迪牧师所讲的，伊就甲穆迪牧师提出一个反驳。伊甲穆迪牧师讲：牧师啊，我是一个酒鬼呢，我敢通就近主？主敢会接受我？牧师爱讲，圣经内底并无写讲，既然毋是酒鬼的人，就就近我。也意思讲，毋是酒鬼才当就近我，你若酒鬼，你毋通就近我。伊牧师讲，无安尼写啊。然后这人佫继续反驳牧师讲：牧师啊，我曾经捌放杀家己某囝的，家己去弄榴莲的。牧师佫讲，圣经无讲，既若无放杀某囝的人，就就近我，我绝对无去杀伊啊！这人听了牧师的回应，伊佫无细心，伊佫甲牧师讲：牧师啊，我曾经我去共偷摕物件做贼仔呢。而且互你也着去关伊监牢内底。穆迪牧师讲，圣经并无记载，既若无共偷窃的，无互关伊监里的，着就近我绝对无去杀伊。总是圣经讲啥？
穆迪牧师讲，就近我的，我断无去杀伊。伊甲讲，包含着你，即句就是既若一群耶稣的来愿意悔改的认罪，相信主会将迄个破碎的心灵献落基督。你看这个人曾经是酒鬼，这个人曾经是捌办杀某囝，这个曾经要共头家去用关伊家落内底。那算的这个人应该是道德行为无介悬，总是穆迪牧师甲讲的。你若愿意来就近耶稣来悔改认罪，相信主会将迄破碎的心灵献予基督。这人听了，伊就带着喜乐的心，回去厝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等者要举行圣餐。伫迄圣餐之前，牧师会讲一段话，会讲：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既然属于主的人，就来就近主、教主同齐桌。我等者主持圣餐的时阵，咧念即句的时阵，就是安那，咧邀请你甲主同齐桌。所以，咱的主对咱发出邀请，就近我。这句是对你的邀请。伊已经徛伫咱的面前，用双手来迎接咱，欢迎咱。无论你的身份是啥物，无论你的身份地位是啥物，无论你来教会是抱着什么款的态度，无论你来到教会是拄什么情景来的，伊拢随时接待咱、迎接咱。只要咱来承认，咱需要伊；只要咱肯就近伊，伊拢会迎接咱。阿门。所以耶稣讲，要就近我。咱的主耶稣，咧对咱邀请，伊有一解邀请的，讲搁较具体邀请讲，既若着满杯重担的，着就近我要互伊安息。有一个圣经学者，伊讲，这是主耶稣讲到一个上伟大的邀请，上好的邀请函，因为伊讲，既若背重担的人着就近我要互伊安息。耶稣发出这个邀请函，伊无分男女老幼，伊无分你的地位，伊无分你的学识，当然伊嘛无分你名声好啊歹。这份邀请函真简单，这邀请函嘛真积极，无分地位，无分任何条件，既若背重担的就近我要互你安息。你看这，既若劳苦背重担的，安尼送无劳苦背重担，送的人生。伊肩胛头无一个重担伊的，有啦。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有无共款的重担。学生囡仔有面对考试、升学的重担，社青有面对就业、头家顶死的重担，青年有害着要交往对象的重担，要交送，对不对？过来可能互你拣一个，对不对？烦恼，我条件再好，遮济人拢要介意我，我要拣倒一个，嘿，这嘛困扰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无这个困扰啊，我拜拜啊，然后我拢用捡出来啦，何无说捡我啦？咱拢会加减的人生的重担，老人有重担无？啊，遮酸。遮疼哦，头壳疼哦，还有人困袂去，对不对？吼！以前
我伫大社部会时阵，我甲阮个乡里讲，困袂去是毋是？来，透早6点来祈祷。我就因透早6点来祈祷。啊，伊若6点祈祷，我就爱几点起来，你毋知？我就爱5点起来，为虾米？我爱开车载老人来啊。咱拢加减的重大，无论你是啥物身份，你是啥物年纪。日本有一个真有名的将军，这个将军叫德川家康。德川家康伊讲一句话，伊讲人生是重担背重担行远路的，人生是行重担背远路的。所以咱人生亲像咧背重担行远路的人客，无论咱的迄个经到头，迄个担是重啊轻；无论咱的要行的路途是远啊近，无论咱要行的路是白塔还是坎坷的。咱拢身躯顶有一个包袱仔伫咧。古早人若要去菜市仔，若要去乡里，拢用一个担话吼，把伊肩胛头。啊，话有细囝的，迄两个头前一个仔，后壁一个仔吼，可能内底坐囡仔吼。若恁要坐过无吼？哦，若恁要坐过，代表恁拢比我较老啦吼。哦，我毋捌坐过。总是另外一个咱看到，咱的身躯顶拢伴着无共款的重担。亲像牧师一开始讲的，可能你是学业顶悬拄着一个困境，你想要考学校，好的学校，总是迄分数拢袂够。你想要达到迄目标，你有迄突破的重担。可能你拄着经济困难，公司走3点半的困难。可能你拄着翁仔某夫妻相处沟通的问题。可能你拄着什么囡仔教育的问题，我囡仔要互伊学啥？我囡仔要互伊读对，咱有教育的问题，咱有事业的问题。头家讲某某人，你即个月爱甲我做30万的业绩出来，你面对30万的要求，你有重担。你伫厝内底可能拄着大家媳妇的问题，可能你会拄着姑嫂问题。你可能拄着兄弟仔斗阵的问题，那假使讲这拢无问题啦，嘛有人可会拄着什么家己的问题、健康的问题，所以咱拢爱承认，咱会爱承担迄个重担。世间人无直接讲伊身躯的重担，总是有无？有啦，无讲尔啦。主耶稣发出这邀请函。既若着磨背重担，伊甲上讲；既若着磨背重担，伊即句话甲上讲，甲咱康长老讲，还是甲阿牧师讲，还是甲你讲。我想，既若着磨背重担，伊这邀请是向世界每一个人讲。所以，家己个爸讲，主耶稣邀请你，袂来？主耶稣邀请咱，主耶稣邀请全世界的人。既然咱伫人生的旅途中间，咱做一人客旅行的人，咱拢期待你旅游是一个快乐的旅程，对不对？有人讲我即阵要去宜兰佚佗，主啊，你予我沿路拢无顺啊！主啊，你予我沿路吼。毋是拄着火车满分，无拄着火车破链，火车袂破链啊！是拄着船无开，你无期待安尼，你总是你会当每一个交通工具拢会当顺遂，对毋对？是啊，咱拢期待咱每一个旅程，无论你去近啊远，咱拢期待咱旅程是一个平安达到咱的目标。换一句话讲，咱要爱有一个安全个。达到咱期待目标，这就是咱人生的渴望，敢毋是？所以，请问你，伫你的人生的旅程中间，你要得到你旅程的安全的保障的。有人讲我知，我倒来读到博士学位，我的学位学习够悬，我人生就会一帆风顺。
敢有影？有人讲啊，我知，我着爱去有社会地位甲权势，吼，我着爱甲人竞争、竞选县长、选村长，吼，啊有一个有权有势。为了讲我的人生旅程吼，要有保障啊，我知，啊有完善的社会制度，啊，佫一个健全的政府的组织，啊，有影啦。伊人生旅程中间社会制度愈好完善吼，对咱的保障照顾愈侪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看后尾因的扣税就真重，不过后尾因的扣税重，毋是互政府官员摕去挖高啦。因迄个照顾迄个老人吼，是福利真好。总是即个福利好，敢着保证你的人生旅程是安全的吗？互你的重担无伊吗？无呢。咱思考一下，咱现主是21世纪伫文明的社会，咱即个社会是上文明、上好的环境、上好的制度。为什么咱的健保的保障的中间，为什么咱会拄到无保障的时刻？健保毋是安那人着保呢？健保嘛有无保的时阵呢，对不对？吼，有时阵你爱自费呢。所以有时阵咧讲，老师啊，我开这个刀吼40万呢，哦，啊毋是健保你惊开40万，无好啦。我咧换这个骨轮吼。迄健保讲用啥物材质的啊？啊，这材质吼，可能过几冬就爱去换啦。为什么？迄材质挡袂久啊，健保的啊，俗俗啊。啊，若要较好的，爱自费啦。啊，这自费开较侪钱，但保障一世人拢入去观察，佫袂歹啦。哦，我遮好哦。你看这社会的制度。无一定保证咱完全无事，无一定保证咱的目标达成，无一定保证咱无失去安全感。所以当时法国的一个哲学家叫沙特，伊讲咱的人生亲像咱是一个青云啊，有影？咱人生是一个青云的所在。伫你对无太出世的时阵，咱对这世界是青疏的，人都毋捌嘛，对不对？甲知创啊，食甲困啊，啊个啥，佮放尔嘛，哈，你人毋捌嘛，对不对？美国的哲学家海明威讲啥？咱的人生是失落的一代，有影？咱真侪时阵，咱会失落咱人生的目标，咱会失落咱的期待，咱会失落真侪物件。所以历史学家甲咱讲，伊承认咱活伫迄个焦虑不安的时代，莫怪咱的人生无法度得到安全的保障，咱每一日拢会拄到惊惊吓吓的日子。啊，我今日出去毋知安怎话，我去银行办代志，这过程毋来顺的，咱拢会生惊。想看觅，你目前我坐伫遮，咱拢是咧过人生的旅程的其中一个人。咱要怎伫咱的人生的旅程中间有正确达到咱的目标，甲咱的目的地？请问，伫你人生的旅程中间，你有目标无？你目标你有确信无？你有确定你走的目标是对的吗？是迄个方向是对的吗？世间真侪人伫人生的路站，行到人生地不熟的所在。人生咧行时，有时目标见唔到伊，买去高雄，走去台北。有人伫人生的序路口，伊咧徘徊。我要是行倒边也好，我要行正边也好，我要行头前也好，还是要行后边也好。人生伫迄序路口，伊也徘徊。有的人人生是看唔到目标，结果愈行愈远啊！
为人愈行愈远，可能可以问人啊，我要去台北，我要高雄诶，哦，你见唔到方向，你要洗完头有影。人生有可能这路程，互你搁重新伫迷失的中间找倒来。总是你袂使无目标，你嘛人生嘛无偌济机会，互你捡唔到。可能人生为人捡唔到方向，一世人拢无机会改倒来。所以咱的主耶稣讲，着就近我，因为伊肯定耶稣是咱人生的好伴侣。伊会保证咱人生的路程是安全的，是会当带咱到咱人生目标的目的地。因为伊知影咱需要啥，伊更加知影咱伫路程中间咱期待啥。所以耶稣用一个真肯定的语气真有气力的态度。伊甲咱讲啥？伊甲咱讲，咱做来读预备来，恁既然着有重担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你安息。所以了解，既然着无背重担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这是主耶稣对咱的邀请，你有接到无？阿们，着就近我。这句话唔是对教会发出来，唔是对某一个信徒发出来，更加唔是耶稣的门徒发出来。着就近我是谁甲你讲的？主耶稣讲的，真正是主耶稣亲嘴甲咱讲。主耶稣对世间每一个人提出的邀请，每一个人。拢知影，咱基督教是契约的宗教，是咱甲主拍契约。伫圣经内底创世纪17章第7节，我要甲你历代的后裔设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甲你的后裔上帝。所以了解，上帝甲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讲，嘛甲你讲，甲我讲。我要甲你甲历代的后裔设立我的约，主耶稣要甲咱立约，天父上帝要甲咱立约，毋是甲咱立约尔，就甲咱的后裔立约。这个约有时效性无？这个约是永远的约，无时效的，无时间限制。这个约是永远的，是要做你甲你后裔的上帝。阿们。所以了解。当咱掠着这信仰的时阵，上帝要做你的上帝，嘛要做你后代永远的上帝。阿们。只要咱愿意掠条的，所以当主甲咱邀请立约的开始的第一天，上帝甲以色列百姓就正做关系。上帝是以色列百姓的上帝，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。那也用真来讲，你耶和华是你的上帝，你是伊的百姓，迄个互相的关系，就是通过立约来起造起来。所以咱若真足去读出埃及记，你会常常读到一句话，什么话？上帝讲：“我是你祖国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。”雅各上帝，了解？这代表上帝甲每一个人有关系。上帝，上帝甲你的关系，就是迄个责任亲密。所以，当人离开上帝，毋是上帝击杀你，是人离开主。所以犹太的神学家马丁布伯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，咱的人生的路程，旅程中间，咱必须要甲上帝面对面的相处啊。也意思安怎讲？你甲上帝直接发生关系啦，那像我哦。
你爱甲上帝之间发生关系，就啥？你爱甲上帝有迄个亲密的斗阵呐，啊，免斗阵。上帝啊，你伫对，我要甲你斗阵呢。啊，我要想要甲你斗阵，你对。戆囡仔，上帝要欢喜甲你斗阵，是通过敬拜，通过读圣经，通过你儿乐啊那，上帝甲你斗阵啊。所以了解真清楚。马丁布伯讲，咱爱甲上帝相拄，就是你的生命内面爱甲迄个真正爱上帝啊相拄啦。你要去体验到迄个上帝是真的，上帝是爱，阿门。所以了解，爱把握机会，把握什么机会？把握你搁会看见的机会啦。把握什么？把握你能搁行来教会的机会啦。有的人人生我的无才调读圣经啊？为什么？哇，圣经摕作远的啊！我以前30几岁，圣经摕安尼，搁看有啊？怎么你愈摕愈远啊？手无够长，你毋知？啊，无够长要安怎？斗意志哦，哎，斗德高，无效啊，活目镜对不对？啊，搁来咧，目睭会渐渐啊模糊啊，对不对？视力愈来愈歹，啊，搁有人要来到教会安怎？行袂到啊？为什么？像一个卖药的广告的，啊，脚麻伊啊是要哪行？你看这，脚麻伊啊，为了毋是脚麻伊哦，为了是无力的，所以你看这，主耶稣讲着真我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邀请，这是特别针对你个人的邀请。所以基督教信仰毋是套理论，基督教信仰更加毋是学问的结晶，基督教信仰更加毋是结构的问题。所以了解真清楚，信仰是那是强调体验，是你亲自体验迄个主耶稣的存在，体验到伊甲你人生的因带的关系。阿门。2当前，咱教会办全新营的时阵，但牧师讲：“设置牧师，阮有办全新营，你要来参加无？”讲好啊！哦，我来咱敬拜中心参加的时阵，听诗歌呢，敬拜中间，目屎一直流一流，我讲这是什么情形啊？迄目屎敢若水道头拢袂停啊！去年的时阵，咱潘牧师伫 FB 顶面写一句话，互我引起我的好奇。伊写啥物话？你毋知？谁发明了早祷？我奇怪，啊，谁发明早祷？敢毋知影送啊？耶稣啊！伊哪发明早祷？有啊，圣经无天铺光的时阵有无？伊去旷野祈祷，伊山顶祈祷无？哦，即句话我讲好奇，有从教会早祷是啥啊？是啥物款的早祷啊？哈！我迄阵是有大社教会牧师呢，我著徛倒摆徛做20分钟啊，来到遮参加讲有从教会早祷是啥话？我看卖的啦，5点半呢，佫6届拢爬袂起来。尾啊，一工就无起来，2工无起来，3工无起来，好啊，第4工也起来好啊，啊来参加了，听着诗歌，我嘛毋知影送带，好，佫共款目屎讲流。你看这，主耶稣提出对你的邀请，你要亲身经验到圣神上帝听你的感觉，你互圣神包围，听到迄个感动，阿门。所以了解，咱做一个旅行者，咱期待咱的平安到咱的目的地，咱有这个真实的安息，毋望咱的目的地到，佫会当享受到安息。所以圣经讲，互恁安息，我要互恁安息。即句话是足甜蜜的话，因为伊知影你长咧辛苦，伊要互你休困起来。所以主耶稣讲啥？我要互恁安息，就是要互心灵要取代的人、心灵破碎的人、心灵既那压榨的人，
伊对你的应允，主耶稣亲自的邀请，伊要甲你讲：来啊，来啊，我要互你安息。今日你可能问讲，主耶稣有肯定安尼讲，啊，阮真正会当得到安息吗？我讲啊，各位啊，咱安息礼拜毋是安息主怀吗？对无？这免等那时阵啊，以咱的人生的时阵，咱就要安息。阿免。你会当将你重担交互主啊，交互上帝，交主讲啊，你免担重担，对毋对？互你安息，无重担，无惊，无烦恼。2礼拜前，我要去主持一个家庭礼拜，结果伫教会对面发生车祸，风撞着，风弄着，我开车伊徛倒摆。尾后有人问讲，牧师，你会为着你车祸烦恼？我烦恼啥？敢有啥物通烦恼的？真正我无烦恼。有问题交我交通队的，有问题交我主耶稣，我敢会烦恼？袂啦。尾后迄个乌仔送吼，甲我讲牧师啊，伊阁查我牧师啊，惨啊！迄牧师咧，知影这新闻红识破了吼，敢若袂当甲伊讨价还价。伊讲牧师啊，无安尼好哦，咱讲切一半吼，讲赔一半好无？哦，好啦。啊，无安尼，我倒摆收你偌济，咱讲切一半，好啦好啦好啦。结果收你3000啊，讲切一半偌济啊？1500块就解决啦。而且重点是钱，重点是我袂烦恼，因为我将这代志安那交主，主替我担。我伫主的内面安那安息主怀，哎，要小我伊啦！安息主怀意思是讲，我伫主的内底安那平安啦。吼，你家定上我观察，你话这咱人生中间，咱只有这确信无？人为什么袂安息？安息的颠倒变成不安，是因为咱的罪。咱的罪对咱的阿当夏娃开始犯罪了，罪就代代相传。人毋敢直接面对上帝，因为人违背上帝话。所以了这主耶稣道成肉体，借了伊，借了咱相信伊，借了主耶稣，互咱的罪得到赦免，互咱的人生得到盼望，得到救赎。所以主耶稣是咱人类的救赎的主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的人生的路途，敢得到真正安息吗？请你就近主，请你将你的重担放互主，你就会当得到真正安息。所以牧师要邀请咱众兄弟，咱若透早5点半，咱较早起来，咱来亲近主，阿门。咱拜三祈祷会，较热切的来参加祈祷会，阿门。咱有小组聚会，咱较热切的参加小组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这，主互你通过这一个聚会，通过你的吟诗，通过你读圣经，互你的心内重担得到头放。你有重担吗？有人重担讲，我什么人还袂信主，无毋对。迄重担你要交主，你要为着这人的灵魂付上代价，为祈祷，你要邀请伊来到幸福小组，来到小组内面来聚会，你要受迄个疼。所以主耶稣发出世界每一个人的一个邀请函，来到我的面前。囡仔劳苦背重担来到我面前，你看这，伊要互你担变得轻。最后。牧师搁一摆邀请，以你的心内有劳苦背重担，来，主讲，来就近我。这个时阵，牧师要邀请咱，你无论是肉体的重担，无论你是心灵的重担，无论你是事业的重担，无论你是经济重担，你甲主讲，主你。帮助我，主，我要将重担交你，我要伫主面前得到安息。
会祝福。咱三甲开声为着你家己来祈祷吼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。主耶稣，你也帮助阮，阮人生落苦背重担的事，主你甲阮讲，既然落苦背重担来到主你面前，主阮相信，你应允是真实的，你的祝福是互阮的。愿主你赐阮祝福，通过阮对你的信心、对你的仰望、对你的交托，你互阮的人生会当安全达到阮的目的地。你会当互阮的人生的旅程是平顺的。愿上帝你赐阮大领祝福阮，愿你主认真变成阮的祈祷，哦，遐种来听。主要说，阮在座每一个人，身躯顶拢排着无共款大细的重担。我人生的路途，有人是长途的，有人是近途的。无论是怎样，主你甲阮讲。凡劳苦背重担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你要互阮得到安乐。主啊，阮感谢伊身体顶悬，阮有健康的重担。主啊，阮有时阮会拄着阮的经济重担，有时阮会拄着人斗阵的重担，有时阮会拄着业绩的重担。无论怎样，主我愿意将这重担来到主你面前交托给主。因为主你真实甲阮应允，凡劳苦对背重担的人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主你要互阮的担变作轻的。是啦，我有这确信。愿主你赐阮祝福，通过悠长教会小组，通过阮的祈祷会，通过阮早天的祈祷会，任何一会，主我拢要通过逐项的聚会，通过甚至阮家己灵修的机会，我们学习将阮的重担交托你。我相信主你就互阮的担变轻，愿主你赐阮祝福，阮行你的领受，愿咱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伫主耶稣的名，欢迎既然属于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听主对既然回应伊的人讲出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“我是活命饼，就近我的，我断袂枵；信我的，永远袂取大；就近我的，我断无去杀伊。”所以听兄弟姊妹。请恁注意来听，主耶稣说的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捌对主受，也捌传互恁，就是主耶稣红麦迄暝又摕饼，祝谢来对伊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你所拍破，恁着行咧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佮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着行呢来纪念我，恁大概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伫还未甲主同坐道的时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我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应允的这事，我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审判我。来审判才会摆伫你面前所手续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个对神有份，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你的恩典得到帮助，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，当因光你的名，阮以主面前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亲爱姊妹，主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拍破，恁着行呢来纪念我。”主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，
为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咧来纪念我。啊，请咱同工来服侍。若你用说咧，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，欢迎你教主同齐道。咱有对一个兄弟，你已经说咧啊，就是你还袂记着，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，欢迎你教主同齐道。主要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，恁着行咧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主要所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，恁着行呢来纪念我。请咱同工来服侍。
有咱对一个兄弟，你认识的，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，欢迎你甲主同齐道。有人你认识的，无客到无，请举手，请同工甲你服侍。主要所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，按同心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众人相甲伫地。咱同心按头祈祷。阮感谢，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你对我极大的疼，互我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。你疼惜阮，也知真正你是真，阮知影，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体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应阮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煞用慈悲帮助阮。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，对打了后，通用光你，阮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的圣餐的奉献，甲礼拜奉献。这请起立来吟奉的诗。向堂慈悲怜悯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知影阮的软弱，你赏赐逐项物予阮，互阮有得悔在的能力，也互阮逐样的恩赐，拢是上帝你所赏赐的。当你今日起来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，参甲这主的道，上帝你通过你的话甲饼，互阮得到帮赞，互阮得到恩典。这个时阵，阮现担保诚侪教会事工的路用，愿你感纳阮的所献，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，恳求奉主的名，阿门。祝福车恳。
请阿牧师。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来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相通，甲咱一人三个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兄弟请坐。